启示录第21章。接着，我看到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老地已经过去，海也没得了。我又看到圣上，就是新的耶路撒冷，对天堂上帝的位降下来，将新娘打扮好些来迎接佢嘅老公。我聽到有大聲對寶座出來講：上帝嘅家在人間咯，佢愛同人類共下合，佢哋愛做佢嘅子民。上帝愛親自留佢哋同在，佢愛做佢哋嘅上帝，佢愛出替佢哋所有嘅目的，唔會再有死，也唔會再有傷心、太驕、老痛苦，因為先前嘅事全部過脫了。這時坐在寶座上嘅講：看啊，我萬神萬物。佢又講：寫下來，因為這條話是真實可靠嘅。佢又對我講：萬神咧，我是阿尼法老阿米迦，是開始老結束。我愛將生命嘅泉水拍拍所本最早嘅人靈。得勝嘅人就做得承接這條福氣，我愛做佢嘅上帝，佢愛做我嘅來嘅，總係幾條僵死、唔信、腐敗、欺人、淫亂、行邪術、拜偶像、老講化療嘅人，又該小等流亡嘅禍福，等等佢哋，這就係天意敗嘅事。嘅那等70萬，裝滿百米7種災難嘅7個天使，當中有一個來對我講：你來，我愛帶你去看新娘，就是羔羊嘅母娘。聖靈感動我，天使就帶我到高山頂去，俾我看到對天堂上帝嘅位降下來嘅聖城耶路撒冷，嘅草上充滿上帝嘅榮光。像碧玉老寶石暗陽好光，像水晶暗明亮，上牆千個台，有12扇門，有12個天使掌燈。門嘅燈高寫定以色列12基礎嘅名，東天有3扇門，北天有3扇門，南天有3扇門，西天有3扇門。上牆有12座梯級，梯級下定羔羊12使徒嘅名。嘅對外講話嘅天使，拿一隻金美做嘅冊，去量嘅草上，上門老上牆，上係西方嘅，從老發窮樣。天使用冊量嘅草上，從發高全部窮樣，有12000里。天使有量上牆，照人嘅尺寸來講，有144尺盤。上牆係用變玉器嘅，上本身係用純金做嘅，像強力嘅玻璃暗光。上牆嘅梯級用各種嘅寶石來裝飾。第一座梯級係變玉，第二座係藍寶石，第三座係綠瑪瑙，第四座係綠寶石，第五座係紅瑪瑙，第六座係紅寶石，第七座係黃白玉，第八座係水松玉，第九座係紅白玉，第10座係翡翠，第11座係紫玉，第12座係紫金。12扇門係12粒珍珠，各扇門係用1粒珍珠做嘅。上內嘅街路係純金嘅，像係剛剛嘅玻璃。我冇看到上內有聖天，因為全能嘅主上帝老羔羊就係倆草上嘅聖天。倆草上唔是靠日頭，也係日光嘅照明，因為有上帝嘅陽光照燈，又有羔羊做倆上嘅燈。萬國全部愛通過倆光來行。天上嘅王愛將佢哋嘅榮華帶入倆草上，上門歸日開開，永遠唔是關，因為在嘅位無暗不頭，
万国要将佢哋嘅荣光和尊贵带入耶稣上，仲系一切无强力嘅行为可恶，也系讲化了嘅，全部做唔得入去。只有嗰條命寫在羔羊嘅生命冊底背嘅，才做得入去。